咱们啊，佢即讲你介绍这款凉衣架，伊这款是个皮皮材质噶。来你这个吼好学摸啊，你也好学开这啥。来你买几架这衫架去哪个用？伊这款摸吼，来拿衫裤啊，或者是拿会跟啊是拿这个配单吼。非常蛮大个，伊落伊当讲有个这个迄个宽度这啥吼，拿了我吼这个有个空间，是会讲浪花，非常蛮大个就对这啥，来非常讲吼，来了呢是香烟啦，较所以讲伊这款吼成熟个安尼堆落去到里头咯，就那等等这啥，伊这啥堆落个长度我吼大概有62公分，等是我家己捏个啊吼，来这个来拿遐个会跟啊是遐个配单吼。床蛮大个，因为这个冷当里头有个空间，你做在弹簧个这衫，非常讲好用。来了人来一撮遐件衫吼，或一撮毛咪好拿衫架，简单拿了我好来，这顶部诶断落个，用你做个皮棒这顶开去拉这衫就好安尼。来，你这上半也好，里头了我有拿个割好割紧这衫，就袂当人开风吹到老安尼，非常好用个就对。来了一个呢就搞外搞硬点安尼吼，来踢落去搞就那大大个吼这衫，来那个。我买杯哪个只几个去那个用吼，拿人来一根啊，就你床单黄个，啊是遐个配单这衫吼，或者是衫裤也好，你落里头咯，卖用你就改买里头咯。就按那个项目啊，软吊棒低高就袂降低远个这衫吼，你也好转来再加遐个普通个这个衫架那来拿衫吼，咁非常好用个就对，你也爱个咯，不过没车，点一去无？